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日喺節目當中，我攞大家分享有當幸福又福卡嘅美食嘅主題哦。來攞大家特別介紹係幸福老感恩嘅象徵。呢係有啲花蓮玉里嘅玉東國中幾多嘅木匠班。我想可能有嘅朋友你了解未啲，又係講當然為了看幾多嘅展覽，今年展覽又來了，從2029一直到7月7號吼，是到2禮拜為止，天天實實把握機會。今日非常嘅歡喜哦，邀請到了主教是王嘉納先生，留佢嘅2屆學生啊，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你先來分享幾多，來分享王嘉納先生，嘉納老師你好。嗨，大家好，我係花蓮玉里裕東國中嘅王老師王嘉納。王楊先生，先生咩客家字體哦？唔是講。分享，接下來呢來分享兩位先生，首先來分享咩係當優秀嘅少成分享。大家好，我是裕東國中潘少成。好，少成佢講吼，佢這個係當優秀嘅，他是老師這個得意門生哈，等下請佢好好來分享哦。接下來呢，咩係當優秀當電影下嘅蜜珍分享。大家好，我是裕東國中鍾美珍。歡迎分享分享。一開頭我係想，當然我邀請先生同大家來介紹28個展覽吼，啲哪位都 nice。這次的展覽哦，還是以一個家作為我們這個展覽的那種原始的那個點，因為很多孩子呢在製作漂亮的家具，在這個家具的那個空間裡面的時候，就會讓很多孩子去想到一個他們渴望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這樣子。所以我們這個展覽裡面呢，會包含整個家的元素。有客廳啊、餐廳啊、書房、起居間，然後甚至一些小的家飾品，甚至燈具。因為燈具的那個光線會讓人家覺得很溫暖、溫馨這樣。所以叫做幸福與感恩的饗宴。對，那個感恩的話，幸福就是讓他們在這種溫馨的家具中，讓他們感到家的幸福。那感恩的話是這個家具木工班從開始到現在，一直都受到外面很多的朋友、熱心的朋友給我們很多的關心跟幫忙，所以我們也期盼孩子能夠用感恩的心來看待這個展覽跟他們這個木工班這樣子。哇，先生當用心誒！我自己有去看哈，我因去突然間也看下去哦，小朋友直衝就是沙發區，他一坐下來說哇。好舒服哦，就一種懂幸福的感覺。孩子坐上去，或是看到自己的成品，摸自己的作品，會不會覺得很感動？這麼辛苦，終於完成了，對不對？係冇？就按你哈。那這次的展覽呢，也要特別跟大家講，出都2禮拜，一直到7月7號為止。好，我們早上幾點就可以進去？可以逛一整天，逛到幾點呢？當然可以，我們從早上10點一直到下午6點鐘。那這個炎熱的台北市哦，我們歡迎呢民眾都來我們的展場看看他們家具，給孩子一個能夠學習導覽，讓他們表達，然後能夠聽聽看孩子怎麼樣的去訴說他們在這一年的這一段故事。T 點的華山文創園區的鍋爐室，嘿，給大家講，這次的畢業生有大概10位左右嗎？15個左右。15個左右。不過先從超高生少，為什麼呢？因為有很多是下一屆的學弟妹，記得來都先從黑來聽書哦，還會很詳細的介紹哦。哈，像先生講，這次特別說師生聯展，這個師生我覺得有很濃厚的情誼在裡面。其實就會講。大家都稱您為主教嘛，有一種教頭的感覺，對不對？所以老師平常指導他們哦，一直下來，他們是第11屆的畢業生了 ，T11 屆哦，老師帶了11屆的學生，有沒有什麼心得？沒有，就是這11年來，我們從一開始這樣篳路藍縷這樣啊，然後到無以為繼，然後到有貴人相助這樣，然後。到貴人的幫忙，讓這群孩子能夠從花蓮的偏鄉能夠走出來，到台北看看更遼闊的世界。那其實我個人來講，當一個老師來講，心裡是充滿着感恩。那也
也有一种喜悦的心，能够让孩子出来开阔视野，然后让很多孩子把可能为自己也创造很多的可能性。因为一件事情呢，能够从头到尾一直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然后在工厂里面这么算是蛮恶劣的环境中，能够在那边投注了将近1年的时间，其实我也是替这些孩子感到高兴跟喝彩这样。要帮你们鼓励一下，有轻辛苦吗？因为按你看像美珍这样子很可爱啊，就是一个就是花样的少女哦。但是你要进到木工的教室，要这个工厂里面，它很热，然后呢，应该没有什么开什么风扇，因为那个木屑会飞嘛。是你不要看美珍这样，非常坚强哦。哇，看她这样子柔柔的、小小声的哦，其实那个内心里面是非常的坚韧，很坚定的。就是我也是在孩子的身上也会学到很多勇敢跟坚强哦。哎呦，美珍会觉得做木工辛苦吗？我的工作主要是在雕刻方面，我应该不算是辛苦，男生比较辛苦。哦，男生比较辛苦。男生你很辛苦吗？为毛？还好吧，我的工作就是车床，就一整天就在那边车椅子的脚。哦，古手米给你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部分。我们是用分工的方式，因为不太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展览里面那么多家具，每个人都从头到尾把一个东西做完。其实这在技术性上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们是用分工的方式。那少成就是做车床的动作，那就是我自己在他身上就看到那种我怎么去形容那个非常要有毅力的孩子才能够做得到。因为从去年9月开始，我们开学之后，他是每一节下课，除了去上厕所之外，就是在工厂弄个10分钟之后再上去就上课了嘛。哇！那正式的上课，他就从上午一直做到中午吃饭休息完毕之后又开始做，甚至有的时候中午都没有睡觉，都下去做这样啊。为什么可以这么坚持哦？嘿，我就知道说，是到哪一个点啊，或者是去触动一个孩子，他会希望把他这一整年所有的心力都投注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一点，当一个老师来讲，其实我还是觉得蛮欣慰的，甚至孩子的这一点值得很多人，包含我自己，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很感动，难怪金牌国手愿意留在裕东国中，真的啊！因为唐先生安尼讲非常的感动，先生佢喺做得有请过嘅事业，请好嘅机会，唔过佢讲佢转到家乡。我觉得，当然有的人觉得说啊，你好像舍弃了一些，唔过我给你看到先生，我觉得老师获得好多，而且老师在讲的时候，木竹黑。充满着爱跟光芒的。然后讲到孩子，其实孩子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反馈，也能看到就是说老师投注的每一点，孩子都有吸收下去。那我就要问舍不得休息的这个少成啊，你有没有按坚持？是什么让你愿意这么坚定？就想要到展览会场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大家肯定。有真的。帮你鼓掌，真的啊！因为刚刚先生讲，一方面你们用分工的方式，学会团队的合作，再来让每一件成品都是很细致的。因为我这家戏都先从看，就知道讲哇，无论是导览的人或是做作品的人，其实对这家的作品都很有自信，而且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是啊，这个过程中啊，我就看到像美珍他们几个在雕刻，其实。美珍比较坚强，她是把眼泪留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你讲的好像她很成熟一样，对不对？美珍，眼泪没关系，流出来，我们帮你擦擦。没事啊。没有，那也有一些孩子啊，这样子，其实我知道他很用心。是。那比如说他这个作业做好，一个台灯的灯柱做好了，然后我不是很满意，我就告诉他说，再重新刻一个。哇。然后他当然也是强颜欢笑，告诉我说好。我材料拿给他之后，我就进去里面。再绕圈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他抱着材料在那边流眼泪，在哭，因为他可能想要跟美珍他们再进入到下一个可能更高端的那个作品了。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这是他的挫折啦。然后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在挫折里面再重新站起来，然后让自己更加的坚强。然后你要面对那个你现在的失败啊，还要站起来，其实这一点很不容易。其实刚刚先生讲，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到底给孩子怎么样的教育是最好的？没讲本给马给都顺利、一帆风顺是最好，反而是让他能够好像因为自己的挫败再站起来，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好像视角去看待自己的那个以前没有做好的地方，也还很好哎。像老师刚刚一开始秋游共都亚拜还会用 VOCA 用家主要的核心概念去发展哦，所以今年设计有大量的灯具，就秋用刚刚美珍供给你是雕刻的，我在灯具上就看到很多的雕花。这个灯具其实有特别的意涵，对不对？是啊，其实，在他们在雕刻的过程中，每一刀这样都有孩子的心血，甚至每一刀里面都蕴含着他们的眼泪跟感动，这样。老师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像灯具的照片？有哈。有像这盏灯，它大概在我们木工班刚开始11年前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资源非常的短缺，一直都到无以为继了，没有任何的材料可以做。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因为你看到孩子的那种想要向上、想要求知、想要学习的那个动机那么强烈，我想说当一个老师，我怎么去找那些素材来给这些孩子？我就到部落里面去晃，就看到部落里面有很多的空瓶子。那我们这样子看到的是第2代啦。那第1代是以前的米酒的空瓶子，然后就带着孩子用钻石刀把瓶口切掉，就像一个杯子一样，然后把木头切成一个方体6个面，然后让那个瓶子固定在上面，里面装灯。我觉得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就是我也跟孩子不断的讲，贫穷就是最好的老师。其实如果当年不是我们木工班这么样的缺乏资源的话，老师怎么可能在那样子的环境下能够创造这样的东西，找到最棒的创意？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也很感谢当时的资源不足。那我也告诉孩子，我们生活中还是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些困难可能往往都是我们长大的那种养分。哇！你不要去因为这样子自暴自弃。那到第2代的时候，我们就用酱瓜的罐子来去改良。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换灯泡的时候简单多。我们把瓶盖那个铁盖的部分镶嵌在木头里面。又是另外一种创意。故事我刚刚唐先生讲就知道讲，其实你愿意哈，青岛提防出做得有本于上到动真嘅创意，等下都再来继续来谈佢哋来分享哦。大家進到福氣來嚟，今半日呢 Rita 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強下來認識玉東國中記得嘅木匠班哦，有金牌國手王家立先生佢所指導嘅學生啊，突然記得唔驚困難，寫做出自己嘅作品，當然來做出當陣嘅展覽，韓國幾多展覽呢賣出去嘅東西，為根本其他是有幫助嘅單位哦，非常嘅感動人。你再次來分享記得，分享先生，歡迎同學們，先生家下共同記得做這個燈具哦，今年特別做很多的燈具。剛剛講這是2代的燈具，其實還有一些故事，對不對？對，這個燈具剛開始就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資源不夠嘛，然後因為這樣子去創造這個燈。那這燈出來之後呢，那一年我就剛好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這些孩子都受到很多人的幫助，才有機會能夠來到台北，才有這麼多的資源能夠讓他們在那邊學習製作。那我就開始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做100盞這個吊燈。那我們找一個孩子特別有故事的孩子，這個孩子可能從小在比較特殊的家庭長大，其實歷經非常多的那種磨難。那我就請這個孩子出來說，你願不願意做100盞？那我們把100盞的所得分一半，然後捐贈到我們花蓮的2所教養院，然後能夠讓那裡面的院童呢，因為這樣子的資源能夠讓他們過得更好，那孩子就願意。
他一口就答应，就虽然很辛苦，他就撑下来，然后接着有一个学妹去帮他一起把它完成。那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感受到，其实与其教孩子去追求分数，不如教孩子学会感恩，学会做人。那我们就希望说，孩子有一天他有能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回馈社会，让他能够真正去帮助，可能甚至比他们更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去提早的感受到这样子。哇，动感同呢？先生在讲的是这样，其实有想到动到的画面哦。刚才先生讲就是可能您服务的这个裕东国中，或者在花莲地区，我们所谓可能定义上可能比较偏乡啊，他可能很多的孩子或者很多的家庭，可能记得喊那些更加多给蹦出，应该说给他们一些机会，他们其实每一颗都是宝石，需要被摸索。这样做的点出这个嘅光芒嘛哈。古时候有当年100个目熊嘅展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孩子每一个都这么投入，他们就可以把自己最棒的作品拿出来，这就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信心嘛，对不对？好，我一下没想要强行上韩国同后团给小狗，在这一次所有的作品当中，你们特别喜欢的作品，孩子呢？老师先介绍吗？我今年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年做了很多的灯具，那这个灯具有一种在家里面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是主动绽放那个光芒，它其实我们不管到展场去看，它会很直接的去吸引参观者的目光。那个地方是有温度的，所以呢，我们就把灯具的部分呢，今年就特别的去设计多样化一点。那其实一部分也是在为这些孩子的未来去做一些测试，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够在我们花莲的玉里那个偏乡那边去盖一个工厂，然后能够让未来学成的孩子能够回来乡下，那能够让他们在那边安身立命，把自己照顾好之外，也把自己可能几年后这些孩子就是另外一个孩子的家长了。那如果他们能够留在这个地方陪伴他们的下一代，我相信在教育的路上，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问题，都会因为这样子而减少一个问题。那在几年后，可能社会上也会因为这样再减少一个问题。那我想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来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等同于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那很多的家庭都能改变的话，整个部落的命运都会跟着改变。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部落里面可能比较萧条，那里面几乎没有年轻人，那整个我们看到老人的安养也没做好，孩子的教育也没顾好，爸爸妈妈可能在外地工作也没弄好，在三疏的状态下，那是我下一个阶段想要去努力做的。老师，您是教育家了，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对。可是有心，我觉得我们从小地方，它就可以影响很多很多的地方，好几个点连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面了。非常的感动。好，给小沈，你这个特别喜欢的作品是嘛？跟大家介绍一下。最喜欢的作品？对。最喜欢的是这张椅子，就是。这个，想象我们现在在看你们的展览，然后你帮我们介绍这个作品。这个椅子它的那个脚是用车床车的，然后，它的这个面也是用车的。你说，椅子的坐板。坐板，对。车床它就是不是用磨的，它是用机器吗？它是旋转，所以我就刚刚想到少成每天这样盯着它，材料一直不断的转动，盯了一整天这样子，很厉害耶。是在某方面的那个毅力是非常，而且定力非常的够。是。所以这个是你最喜欢的作品？对啊。很难做吗？会懂困难吗？一开始学觉得蛮难的，而且也会怕怕的。
然后后面因为它转很快啊，转很快，声音也很大，就有恐惧感。那你怎么克服它？我就每天下来碰，然后慢慢抓手感。你很认真呢，懂音准哦，真的，这个就是最好，因为不断的练习就会变熟人，熟人之后你就可以出师了，对不对？对啊，我常常去看他的时候，除了那个口罩之外啊，头发都白了这样子，都是木屑，有很多的粉嘛，因为你刚开始切削的时候是比较粗的木屑，到最后开始要打磨变成粉，就直接就这样喷过来，然后整个头上都是白的这样。好潇洒哦！哇，很棒，懂用心，真嘅看到作品其实都冇简单，因为有安尼坚持的心，让做了做出暗后嘅作品。给美珍呢，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好吗？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胖胖木。叫到胖胖木哦，我叫它胖胖木啦，我忘记它真正名字。这是用什么木头做的？缅甸柚木。哦，缅甸柚木。为什么你最喜欢这个？因为它，我觉得我刻出来的作品它最好看。哦，上面就是雕花，像这样的花啊，是4瓣的花。它是真的是属于哪一种花朵吗？这个花的形状跟他们这次展览的这种台灯上面的雕工还有鱼啦，对，那个其实是在大概我刚到这个学校没有多久。我就开始找孩子到部落里面去找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老人家，请他们去找一些元素，一些古老的传说啊，一些图形，然后收集出来之后，我们再把它几何化，然后画出来一些图腾、图形，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呢融入在使用的那个，把他们的文化跟使用的东西做结合，那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义。对，所以这变成你们自己专属的图腾了。所以你看到那个茶杯店啊，托盘上面有都会刻一朵花的意象这样子。那其实那个重复最重要就是让孩子重复的做一件事情。那在这个里面有挫折，再从挫折里面找到方法克服之后，再把那个挫折的那个失败，再把它重新填补回去，然后把挫败转变成自信。所以他们很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克服困难，他们就好像已经胜过那个成败的那个点了。对啊，或许啊，这个过程中最终只感动了他自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孩子学到很多，我们可能非常宝贵的生活经验。对。嘿，欣赏出的图腾受有给好赏哎，就是这一届的毕业生来做他们作品的展览，然后下一届的毕业生也要来到展场做实习，要协助现场的导览等等哦。所以2位都是第2次来到展览会场，对不对？对。好，这一次是自己的作品，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美珍先分享好不好？有没有懂沉刻的事情？就我会遇到比我更专业的客人啊，就是他会问一些很难的问题，就很难回答。他会问你说：“你们的木头会经过烟熏吗？”然后他会讲很多我没听过的希腊的名字。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目光就要赶快看嘉娜老师。你就说没问题，马上为您解答，欣赏出来。不过这个就是很好的学习，对不对？会 push 自己再去找更多的资料。所以你的那个资料库在这边，要好好爱用你们的老师。那少成呢，有没有个英雄懂什么个事情？我会遇到一些就是嘴巴比较不好的客人，他会说这些作品都是假的，然后说是用贴皮这样。隐喻一下哈，其实木材蛮珍贵的，木材真的蛮珍贵的，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哎呀，做的这么漂亮，是不是用皮贴一贴啦？但是同泰嘎布针，我们全部都是用实木的，全部实木，原木的，全部原木实木的哦哈，鼓手也还真紧的哈。不过他们就可以鉴赏一下。不用担心，买回去做做看就知道了，好不好？好啊，等一下再来哈，我相信佢哋有青島嘅花想去同大家分享，我們邀請大家來看佢哋嘅展覽，向大家聊一下技術上的福氣來嘅。
大家做到呼起来嘅，今晡日育童國中嘅木匠班嘅同學劉先生來到節目當中，佢頭前要分享清當係非常嘅感動，佢哋嘅精神啊、堅持哦。我也想要來請教兩位優秀嘅學生誒，你們都是老師的得意門生，當初怎麼會有這樣的機緣進入木工班？那你先分享。好，這個說自己是得意門生的少成好了，你先分享。为什么会加入木工班？我國2的時候開始注意學長他們那個做的家具，然後就很好奇，然後剛好學長他好像也在找車床的徒弟，然後我就國2就開始下課就會去那個他的工廠那邊看那個他車床這樣，然後國3我才正式加入木工班。哦，所以學長帶你入門的。哇，安尼沒懂後哦，那你為什麼會注意到學長的家具？因為我就覺得很酷啊。做得很好，是不是？蠻漂亮的這樣。啊，蠻漂亮的。然後他們聲音也大，就好奇去看。哦，因為車床聲音真的很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懂後呢？鼓手嗓鬼太美好，聲音大也很好，可以吸引注意，就把你吸引進來了。那美珍呢？為什麼會進入木工班？就，國1跟國2的時候就下來樓梯嘛，經過木工班，然後他們就乒乒乓乓嘛，就很吵，然後每次經過就一直看啊，就他們每次都會，學長是組裝家具，然後學姐是在雕刻花那些嘛，然後就是每次經過就看那個家具慢慢的完成，然後有時候會停留比較久一點，然後老師有一次就跑過來問我講說，妹妹你想參加木工班嗎？然後那時候就很緊張啊，然後老師就說沒關係，你再考慮一下，我明天再問你。然後隔一天，然後就馬上去找老師啊，然後就是我要參加這樣。對，然後那時候一開始我的工作是鑽孔，還沒有開始雕花。所以有被感動，覺得學長姐他們很堅持，然後覺得怎麼這樣子就做成很棒的作品，很精緻，自己也想要參與，對不對？那你們這樣子跟着老師，很認真、很投入、專心學1年的時間，1年嘅時間，老師很嚴格嗎？是啊，不會啊。有嗎？老師有很嚴格嗎？該嚴格的時候會嚴格。可是比較多時間，我們是比較，怎麼講？比較像朋友的互動方式吧，我覺得。我知道還有人會叫老師叫他爸爸，對不對？哇，所以你有好多孩子哦，老師。嘿呀，很多人叫您爸爸，是因為您真的在生活上或是在他們需要的幫助上，給他們很多很好的建議，然後幫助他們去做一些選擇。所以現在看到孩子畢業，就覺得說啊，哪一生也會畢業嘞，很感動吧？有時候看到很多孩子，就是說這些孩子可能年輕嘛，自己還理不清楚未來的那種目標跟方向，那就希望能夠幫他們去分析未來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呀，或是讓他們教他們怎麼樣去選擇，或是去訂定一個可以期待的目標。然後有的時候可能不能好高騖遠，或者是有時候要務實一點，對，讓他們不要講一些生活上比較一般的那個事物，跟他們做分享，教導他們這樣。好棒哦，亦師亦友，就會按呢哈。先生還當突擊到去到日本做交流，特別去到日本看日本專業的職人精神，是嗎？是啊，就是我想這2年這樣，我想說是不是讓孩子的視野再往外再擴大？那我們從去年就開始把孩子往日本帶，我們去年去9州，那順便去一個我也是很意外那個地方，在熊本哈，有一所學校跟我們學校育東國中是一樣的名字哦，然後他們學校比我們學校多1年的那個歷史，那
也一样在山边比较偏远的地区，一样是在训练田径的，就仿佛就是在好像姐妹校在日本的裕东国中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去做交流。那时候我们就透过外交部去跟日本那个学校做联系，然后这个过程中拉了好长的时间，然后他们都也首肯了。那我们就是把刚刚的那个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吊灯，还有孩子做的一些小东西，我们就拿去送给那边的学校，然后让孩子跟他们有他们自己理解的那种语言去做沟通，甚至回来之后到现在也都还在联络。那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他视野更辽阔。那另外再去看当地的职人跟工厂，去参观他们的木工学校，然后也让他们震撼到日本人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职人的那种精神跟做事的态度，还有一种严谨的，所以让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今年的话，我们就去飞陀，那边有一个木工的专业学校，然后让他们去那边。有那边的匠师来教导他们做一些东西，然后去看看那个木工学校的设备，然后我想印象最深刻应该是那个地方的气候，那个地方纬度偏高，所以到那边也让我们这些可能南国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下雪，那个雪景多有趣，可是他没有想到那边人觉得烦死了这些，对，然后也带他们去看在山里面的一个小的工坊，那他们如何在这么小的工厂里面创造那个产值？整个工厂里面有8个那个工匠，有4个属于行政业务，他就可以去做运作。然后我也跟孩子们也是跟他们擘画一个未来嘛，我们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用这种方式？你们也可以啊，孩子们也可以。我们就留在我们自己的故乡，就像他们这样。好好的努力，对，对，我相信像行三公只要你有，你专属于你的，你的长才、你的技艺，你就可以飞得又高又远。我想今日非常的感动哈，我第后半时间我想邀请两位有什么要特别跟老师说的话？一定要跟老师讲话。老师在旁边。好，少成先讲哈。想谢谢老师这一年，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到外面去看看，然后，在木工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有了一技之长，这样，就谢谢老师。好感动，美珍呢要跟老师说什么？想先跟老师说对不起啊，对不起，怎么了？因为我们老师给我们很多嘛，就是给我们这群木工班的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人有时候会偷懒，我也会懒，只是老师没有看到，就是。老师给我们这群小孩很多的福利，可是有些人就是不珍惜，然后就不会来木工班，然后就一直糟蹋老师的这番好心，然后就很抱歉，我也有这样子啦，然后也要跟老师说谢谢你。然后他真的把很多时间跟心力花在我们这群小孩身上，然后有时候假日老师也会陪我们一起加工啊、赶工之类的，然后就觉得他对老师讲，对老师讲，不行啦，会哭啦，就对辛苦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真感哈。老师，请你对2位孩子说点勉励的话吧。他们要毕业了，某论记得以后要继续就学，或是要进到职场，可能也是走像这样子木工这一条路，对他们有没有什么鼓励？就像未来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啊，就
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勇敢面对，不要自暴自弃，不要固步自封。面对一个问题，解决它，就像我们在工厂的时候碰到那么多的问题，我们不都一一的克服完了吧？我们也走出来了，我们已经都到台北去展览，用这样的态度跟精神去面对你接下来的一个生活上的那种问题跟考验吧。要加油！谢老师。哇，董真，刚刚唐先生讲就很符合这个展览的主题，叫幸福与感恩的飨宴。老师说，无论你做什么，你坚持去做，听说都得克服难关，而且要时时懂得感恩，而把你现在拥有的这些幸福，对不对？再一次祝福所有木工班的同学，每有唱所有嘅朋友，大家记得到7月7号以前呢，要记得来到华山的锅炉室来看记得嘅展览，早晨10点到下午6点，在现场都可以看到他们哦，他们会为你们做最好的导览哦。再一次感谢欣赏，谢谢少成，谢谢美珍，做奉道，今日感谢所有朋友嘅收看，也将大家等下继续聽聽欣賞來做源頭，張來了。